咱感谢商营为咱做说明。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幼儿园的性侵案件，今仔日有立委甲民团共同来呼吁台北市府唔通过相责任，而且嘛希望会当推动修法，加强保护囡仔，防止这些不肖业者借别人的名义继续来经营。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幼儿园最近传出园长的后生涉嫌对16位查某囡仔做出无适当的行为。第18有立法委员甲民间团体开记者会，要求台北市政府唔通再闪避，爱负责任。如果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，市政府有依法依权责来进行停止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阻止更多的遗憾。大家检视在前年当时整个处理过程，如果有需要检讨的地方，我们都愿意即刻的改进，提出精进的方案。立法委员林岳琴伫记者会讲到规件代志的过程。伫111年7月就家长报案，迄当阵启动行政调查 A 案，有6个囡仔案件成立，进行裁罚。验过到行政调查 B 案的时阵，迄当阵有7个囡仔指证，验过尾是因为查无证据无成立。去年8月开2遍家长说明会，让1个月了，议员阁接到陈情，问教育局是毋是让协助家长看监视器。验过说以能力无够为理由，无法度陪伴看监视器。一直到今年3月，提告的人数增加，加害人则继续延压。民间团体出面展示受害家长的共同声明。幼儿园的性平事件应该适用性平平等教育法调查机制与流程，让性平的一个调查延伸到学龄前的一个儿童。只要揭弊型的、符合公共利益的、家外的，应该事实上是比照国外提供学校名称。未来我们修法的方向。未来伫咧推动的修法内容，除了要检讨不当对待事件内面认定委员会组成，也要防止不法的业者搁借人头开业。委员会表示，只要是涉及到罪件儿童性侵案件，政府就应该爱要求机构立即停聘工作人员，建立监督追踪的机制，才能避免搁有囡仔受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